人讲台语，台语讲百讲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百讲讲台语。今仔日啊，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我伫汤厂讲台语。唔知影观众朋友啊，敢捌听过台南是全汤市这个讲法咧？什么啊？食米含空气拢是甜的啦！什么举一支签啊，伫台南的街路行行的，就会变出一支米仔糖啦！啊，讲笑还讲笑啦，不过其实会安尼讲是有原因的哦。台南啊，是咱台湾制糖的重要地区，拢总啊有9座的糖厂，所以用糖来研发食米来煮食，嘛拢是合情合理的嘛。另外，台南是府城。迄当阵的糖又搁算是较奢华的物件，所以在地人啊，就会透过伫食米掺糖这种无声的方式，来甲亲戚朋友电一下。其实啊，台湾毋若台南有糖厂啊，真侪所在嘛拢有糖厂哦。这些糖厂啊，即摆大部分拢已经无咧做糖啊，已经啊变做是大家旅游佚佗的好所在咯。那安尼啊，咱去糖厂佚佗会用到什么款的台语句型咧？今仔日的百讲讲台语啊，咱就要来和观众朋友做回来分享。咱来到糖厂了啊，头先就是爱了解台湾制糖的历史啊。有的糖厂啊，还阁保留迄当阵的5分仔车，会当互咱欣赏哦。伫过去的台湾啊，糖业足兴。对原料到生产的过程啊，发展甲真成熟。蔗农收成了后啊，甲甘蔗用5分仔车载去糖厂，经过种种的制作程序，最后包装好势，才去摕去卖。虽然啊，咱即摆已经无法度参与过去迄段历史，总是啊，咱要是会当透过糖厂内面保存落来的工厂5分仔车来了解这段故事啊。有一寡糖厂，佫会当互大家试坐5分仔车哦，坐伫5分仔车顶面啊，看风景、听解说，感受台湾过去糖业王国的历史，迄坐起来的气味啊，有影是无共款。另外，咱来去糖厂食鸡仔饼好无？相信啊，也有一部分的观众讲到糖厂，就会想到鸡仔饼。鸡仔饼啊，也有人讲是酸仔鸡啊，这是因为台湾早前啊，白地罕你看到冰啊，敢若寒天会结霜，所以啊，咱就用酸啊这个词来代替冰。啊，咱若伫糖厂要买冰来食的时，上接拄到的状况，就是啊，看几6种啊，唔知影遐个冰是虾米口味啊。这时，咱会当问店员讲啊，请问。迄支黄色的是虾米口味？也是讲，请问迄支中有乌乌一点一点的是虾米口味？安尼啊，店员就咱甲咱应讲啊，迄支黄黄的是酸啊口味的啦，迄支中有乌乌一点一点的是红莲果口味的。咱知影口味了后，就真好景咯。复习。蔗农安怎了后，甲什么物件用什么工具载去倒位？咱来去糖厂食鸡仔饼好无？迄支黄色的是什么口味？迄支中有乌乌一点一点的是什么口味？各位观众朋友啊，去糖厂讲台语，好耍好食。个趣味，大家啊一定爱试看卖哦！今仔日的百讲讲台语就讲到这，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